家好，我哋呢一組嚟自佛教孔仙洲紀。大家好，我哋呢一組嚟自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喺6日5夜裏面，我哋穿梭於貴州嘅多個城市裏面，深入咁探索咗貴州嘅歷史脈絡，領略到佢獨特嘅文化風情，仲了解到科技發展嘅蓬勃。今日我哋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喺呢段旅程裏面嘅所見所聞同埋感悟。我哋嚟到貴州嘅第一站就係嚟到咗遵義。喺嚟到之前，我哋就已經知道遵義係一座歷史悠久嘅城市，尤其係喺近代作為共產黨嘅革命根據地。我哋呢次嚟到都感受到呢座城市濃厚嘅歷史氛圍。我哋首先嚟到嘅係紅軍街，佢係一條現代嘅商業街，但比較特別一啲嘅係佢嘅建築都有模仿明清時期貴州嘅傳統房屋而建。喺街上面嘅擺設同埋裝飾都有記錄低紅軍喺建國路途上面嘅精神同埋事蹟，令我哋真係都可以好真切嘅感受到遵義呢座城市係好受紅色文化影響嘅。行入呢條街嘅時候，我哋都有見到好多售賣貴州特色嘢食同埋商品嘅店鋪，精美嘅特色手工品同埋清新嘅抹茶等等嘅特產琳琅滿目。喺第一日嚟到貴州嘅時候，我哋就已經可以見到期待咗好耐嘅特產，都令我哋感覺到十分嘅驚喜。喺第二日遵義會議會址同埋紅飄帶嘅參觀裏面，我哋更加係深層次咁了解到紅軍25000里長征嘅艱辛。而家就交俾下一個同學。我哋首先嚟到遵義會議會址裏面嘅遵義會議陳列館，裏面展示咗當時紅軍所用嘅衣物、武器同埋當年長征嘅路線圖等。每一件物品都承載住歷史嘅厚重。其中令我最深刻嘅係有一面有所有將士姓名、年齡嘅一面牆。咁令我非常震驚嘅係，其中最細嘅一位中將亦都只有19歲，但係正正有佢哋嘅努力，我哋而家先可以企喺呢度。我明白到我哋要時常懷住感恩嘅心去珍惜當下，珍惜每一位將士紅軍用一條條鮮活嘅生命為我哋鋪墊咗而家如此平安嘅生活。隨後我哋嚟到咗紅飄帶長征數字科技藝術館，沉浸式體驗咗當年紅軍25000里嘅長征歷程。踏入劇場，四周一片黑暗，唯有中間嘅一盞大油燈散發住温暖又堅定嘅光芒，彷彿喺中間為我哋指引住方向。接住落嚟，一位紅軍手裏揮舞住紅旗，帶領我哋行過漫漫嘅長征路。長征路上，我哋見到一位位紅軍相繼倒下犧牲，但係佢哋都冇因為會犧牲而害怕退縮。相反，佢哋嘅步伐好堅定，從未退縮過。每一位紅軍都非常之英勇，好值得我哋敬佩。屬於佢哋嘅長征路已然結束，但我哋依然都係要去繼續屬於我哋嘅長征。我會學習佢哋永不放棄嘅精神，去完成自己嘅長征。咁接下落嚟，我就會交俾下一位同學繼續培力農本科嘅介紹。喺參觀貴州培力農本科裏邊，我睇到啲先進嘅農業科技，譬如精進嘅農業工具，呢啲技術有效咁提升咗生產效率，減少咗資源浪費。我仲睇到可持續農業嘅實際應用，佢哋用有機種植技術減少咗對化學農藥同埋肥料嘅依賴，咁樣唔單止保護咗土壤同水源，亦都提高咗農產品嘅品質。喺同相關人員交流之中，我哋知道咗貴州主要係負責農產品嘅採摘同埋控乾環節，然後再將產品運到南寧進行包裝同打分。原來南寧喺農本科老闆事業起步嘅地方，而貴州就係老闆母親嘅故鄉。兩個地方對老闆嚟講意義非凡。老闆喺南寧同埋貴州嘅故事融入咗業務之中，令到商業活動唔單止淨係追求利潤，亦都係為咗情感同埋家庭歷史嘅延續。呢種獨特嘅情感連結，賦予咗產品更深厚同內涵，更有價值。喺呢次參觀裏邊，我感受到培力農本科對環境嘅執着，佢哋嘅做法唔單止係生產，亦都係保護地球而去努力。跟住接下嚟，因為李永晴同學要參加 camp，所以無法出席，但係佢好俾心機咁為大家錄製咗一條片，
關於苗寨博物館參觀之後嘅感想，希望大家靜心欣賞。我哋去咗江西嘅千戶苗寨，參觀咗江西嘅苗族博物館啦。咁博物館入邊咧展示咗苗族佢嘅傳統文化啦，包括服飾、醫藥、生活習俗、建築同埋節日等呢幾方面。咁其中咧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咧就係佢哋嘅服飾啦。苗族佢哋嘅服裝咧主要有唐裝、便裝、盛裝啦。至於苗族佢哋服裝上面嘅圖案啊嗰啲咧，就包括有織啦、刺繡、挑染呢幾種傳統工藝。經過導遊嘅解說，我先知道原來苗族佢哋女仔嘅百褶裙啦個製作方法咧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嘅。原來佢哋嘅百褶裙係由一片片刺繡嘅片咧，去將佢哋縫埋一齊啦，先至可以組成到一件苗族嘅服裝嘅。刺繡咧係一個非常複雜嘅工序啦，可想而知。佢哋整一件衫咧就要花好多時間啦。咁除此之外咧，苗族有另外一個特色，就係佢哋會帶一啲銀器嘅飾品啦。咁工序咧亦都係非常之複雜嘅。咁首先啦，銀匠咧佢哋會將熔煉過嘅白銀啦製作成薄片，又或者係銀條、銀絲咁樣。然之後利用壓啊、雕刻同埋鐘呢啲工藝咧，去整出一啲好精美嘅紋路出嚟啦，然之後再焊接同埋將佢哋編織成型嘅。咁經過今次嘅參觀咧，我就好羨慕苗族啦，佢哋可以住喺一個遠離城市嘅地方，又周圍咧又有啲咁靚嘅景色，同時我亦都好佩服佢哋苗族嘅服裝同埋製作銀器飾品嘅工藝。你去咗江西千戶苗寨。跟住我哋去咗參觀貴州天文體驗館啦。我哋通過互動設備行過黑洞，體驗到宇宙嘅浩瀚。由古人觀星到現代人嘅深空探測，天文科技嘅進步令我明白人類嘅探索係永無止境。亦都只有更先進嘅科技先至可以揭開宇宙嘅另一面，亦都再一次證明咗人類科技係人類不可或缺嘅一部分。跟住我哋去參觀咗中國天眼。喺呢個全球最大嘅望遠鏡前面，我深深俾佢嘅宏偉震撼。喺參觀中國天眼之前，我對佢並冇任何了解，最多只係喺新聞度知道中國起咗一座好似一個大鑊嘅嘢。喺去咗金鐵交流團之後，先知原來佢嘅作用係咁重要。當我聽過有關起中國天眼背後嘅故事之後，令我對中國天眼更加震撼。喺當時咁艱巨嘅條件底下，先輩都成功起咗呢個奇蹟，起咗呢座世界第一大嘅望遠鏡，真係令我好佩服。而喺行程嘅最後一日，我哋都去咗參觀貴州大數據中心。喺嗰度，我真正體會到數據就係新時代嘅石油呢一句説話嘅含義。貴州憑住得天獨厚嘅自然條件，成為咗全國大數據產業嘅核心基地。見到無數有關用科技收集到嘅數據，我感受到科技點樣去改變我哋嘅生活。大數據喺醫療、交通、金融等等領域嘅應用，令到我哋生活更加便利。科技嘅重要性喺貴州大數據中心度完全體現咗出嚟。接下來會由下一位同學為大家分享參觀貴州大學。OK，咁我就先講我最中意嘅交流環節啦。咁我同當地嘅中學生都互相分享咗我哋讀書嗰啲狀況啦。當地我發覺其實兩者嗰個讀書嘅嗰個狀況真係好大嘅，即係佢哋學校係用即係嗰個叫咩全寄宿制同埋嗰個封閉式嘅管理。佢哋全部學生都要住喺學校入面，同埋8個人一間宿舍。而我咁係為咗保障佢哋嘅嗰個學習嗰個專心度同埋佢哋嗰個安全。咁除咗語言上嘅交流咧，佢哋都邀請我哋參加咗一啲嗰啲活動，即係例如我哋嗰日睇嗰個機械人舞蹈表演啦。不過都令我冇諗到嘅係咧，即係嗰個機械人你見到其實佢啲關節都比較少，不過佢都可以做出好多唔同嘅動作，的確。咁除此之外咧，嗰個版畫都令我見識到一個新嘅作畫方式。不過都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係，即係嗰日天氣比較熱啦，咁佢哋幫我哋整咗嗰把扇咧，都真係即係都俾我帶嚟個絲絲涼意，都承載咗我哋嘅友誼。咁總結而言咧，我覺得今次嘅活動真係好有意義嘅。咁我同當地學生都交流咗互相嘅近況啦，咁加深咗我對貴州嘅理解，佢哋都加深咗對香港嘅理解。所以我都好感激今次嘅機會，可以俾我同當地學生交流。咁跟住我哋將時間交俾下一位。接住落嚟就由我分享青岩古鎮同埋青雲市集嘅感受。青岩古鎮同埋青雲市集令到我體驗到濃厚嘅歷史文化氛圍。青岩古鎮嘅古老建築保存完好，喺石板路上面行，就彷彿穿越咗
到幾百年前。咁鎮內嘅寺廟同埋傳統商鋪咧，就展現咗當地獨特嘅工藝同埋文化，令到我感受到濃厚嘅地方特色。而喺青雲市集，琳琅滿目嘅手工藝品同埋當地嘅美食吸引咗我啦。咁攤位上面各式各樣嘅小食都係香氣四溢㗎啦。咁特別係當地嘅糕點，咁我都市集熱鬧嘅氛圍，令到我感受到當地居民嘅生活熱情。同相反交流嘅時候，佢哋分享咗好多有趣嘅故事，令到我對呢個地方嘅文化有更加多嘅了解。整體而言啦，咁今次嘅旅程唔單止令到我知道而家國家嘅科技發展啦，仲令我體會到當地濃厚嘅人情味，留低咗深刻嘅印象。而家就等我嚟講下今次交流團我哋整體嘅感受啦。我哋喺嚟貴州之前咧，都係對貴州嘅印象係冇咁發達嘅地區，但係喺呢6日5夜裏面，我哋參觀咗一啲貴州高科技嘅地標同埋唔同嘅地方、唔同景點，就好似天眼咁樣啦，令我哋可以直觀咁樣感受到我哋國家喺天文領域嘅科技實力。仲有遵義會議會址同埋紅飄帶呢兩個地方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特別係紅飄帶啦，可以切實咁樣感受到當時長征嘅震撼。我哋見到紅軍戰士嘅英勇犧牲，同埋共產黨領導人嘅軍事才能，造就咗我哋而家嘅安穩和平，令我深感而家嘅生活其實係得來不易嘅。應該要好好咁樣珍惜。喺今次嘅交流團裏邊咧，我同我嘅同學都非常之開心啦。喺呢幾日，我哋去咗唔同嘅地方實地考察，學習更多唔同嘅知識，我哋都一致認為對我哋了解國家同埋增加我哋嘅國民認同感非常有幫助。就好似貴州文化、苗族文化同埋村 BA 呢啲咁樣。除咗參觀景點之外咧，我哋都同咗貴大附中嘅同學一齊交流啦，了解咗兩地學生嘅差異同埋內地升學嘅資訊，亦都令我哋更加期待下一次再到訪貴州呢個城市。多謝大家。多謝第一組同學嘅分享，我哋有請掌聲送俾佢哋啊！